各位兄弟姊妹早晨，今日係常年期第16主日。今日耶穌喺福音之中談論到天主容許良友並存，係願意人喺生活之中能夠珍惜天主嘅慈愛同埋包容，擇善棄惡，直到生命圓滿時刻嘅來臨時候，能夠享受天主賜予嘅永恆福樂。讓我哋祈求天主賜予我哋寬宏嘅心，好能夠給予自己同埋別人改過嘅機會。今日嘅經文在於主日禮儀經書第96頁，隔年讀經在於禮儀經書第97頁。為保持感恩聖祭嘅莊嚴與神聖，避免影響禮儀嘅進行，請各位將手提電話及其他響鬧裝置均調校至靜音模式。多謝各位合作。
各位請起立，將唐詠頌恩76首，歡欣上樂天上主。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天父嘅慈愛、基督嘅聖寵、聖神的共融，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各位主內兄弟姊妹，今日咧我哋會聽到嘅耶穌嘅聖言咧，其實俾我哋會係話良幼都係並存啊！咁我哋一路落嚟嘅時間，我哋都會有一個感覺就係話良幼參差。因為好嘅種子學翻咧唔好嘅種子，大家都唔同。但係咧，耶穌今日會話翻俾我哋聽，天主咧容許咧就係良幼嘅並存。良幼嘅並存嘅裏邊係會更加咧使到我哋能夠珍惜天主嘅呢份嘅慈愛同埋包容。咁讓我哋咧能夠係懷住呢份嘅心，會話仗賴住天主嘅慈愛啦，咁咧就攞晒人慈分，而我哋咧忽略咗，冇咁樣咧係真正喺我哋自己嘅新生命裏面咧係有所改變。咁就係我哋都喺聖言同埋啲聖體裏面係真正吸納。基督，你奉命嚟到拯救懺悔嘅人，求你垂憐。基督，你嚟到召喚罪人，求你垂憐。基督，你天父面前為我哋轉達，求你垂憐。願全能嘅天主垂憐我哋，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得到永生。天主在天收光。最愛的人在世人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光芒，全能的天主聖父，我們為了你無上的光榮，讚美你，稱頌你。
請大家祈禱。上主請垂顧你嘅僕人，並慈祥咁樣廣施恩寵，使我哋嘅信望愛三德日益熱切，並能時常醒悟，恒心持守你嘅誡命。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同埋你及聖神係唯一天主，永生永王。讀經喺《利未經書》第97頁。恭讀智慧篇。上主，除你以外，再沒有其他照顧萬物的神。你還要向誰證明你的審判莫不公允？你的權力原是你公義的本源，因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必能諒解一切。為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絕對的權威，你就將你的權威顯示出來。如果他們知道你仍膽大妄為，你就予以懲罰。你雖掌有大權，但施行審判卻很溫和，治理我們極其寬仁，因為權能屬於你，只要你願意，你就能行使。你這樣做是為教訓你的子民，義人必須憐愛眾人，並使你的子女滿懷希望。因為人在犯罪之後，你常賜人懺悔的機會。上主的話，感謝天主。得唱詠，讓我哋隨同領唱員嘅詠唱，回應天主聖言。
求你回顧我，求你憐憫我。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弟兄姊妹們，聖神輔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嘆息代我們轉求。那洞悉心靈的天主，知道聖神的意願是什麼，因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求。上主的話。感謝天主。請起立，福音前歡呼。我稱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啟示給小孩子。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因與你的心靈同在。恭讀聖馬竇福音。那時候，耶穌給群眾講了另一個比喻說：天國好像一個人在自己田裏撒了好種子，但在睡覺的時候，他的仇人來了，在麥子中間撒上幼子，就走了。苗長起來，抽出水的時候，幼子也顯出來了。家主的僕人就來對家主說：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裏撒了好種子嗎？那麼從哪裏來了幼子？家主對僕人說：這是受人做的。僕人對家主說：那麼你願意我們去把幼子收集起來嗎？家主卻說：不，免得你們收集幼子時，連麥子也拔了出來，讓兩樣一起長到收割的時候吧。在收割時，我要對收割的人說：你們先收集幼子，把幼子捆起來，燒掉，再把麥子收入我的倉裏。耶穌給群眾另設一個比喻說：天國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裏，它固然是各種種子中最小的，但當它生長起來，
卻比各種蔬菜都大，竟成了樹，甚至天上的飛鳥飛來，在他的枝上棲息。耶穌給群眾講了一個比喻：天國好像酵母，女人取來藏在三斗麵裏，直到全部發了酵。耶穌用比喻給群眾講解了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給他們講什麼。這樣應驗了先知所說的話：我要開口說比喻，要説出創世以來秘密隱密的事。那時耶穌離開了群眾，來到家裏，他的門徒就前來對他說：請把田間幼子的比喻給我們講解一下。耶穌就回答說：那撒好種子的，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種子即是天國的子民，幼子即是邪惡的子民。那撒幼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穫時期，即是今世的終結；收割者，即是天使。就如將幼子收集起來，用火焚燒，在今世終結時，也將是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國裏，將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惡的人收集起來，扔到火窯裏，在那裏要有哀號和切齒。那時，義人要在他們父的國裏發光，如同太陽。有義的聽吧。上主嘅福音。阿們。咁各位兄弟姊妹咧，今日我咧唔係有一套嘅咩短片嚟俾大家睇，不過咧，我想同大家會介紹一下一個嘢，係最近我哋邀請啦，去睇咗呢個嘅 Jesus Christ Superstar，咁咧已經50年，呢套嘅音樂劇。咁當然咧，我去嗰陣時咧就係在場推薦，大家都坐埋一齊嘅時間。點解我會係將呢個嘅劇咧想講下俾大家聽？以前咧我哋會睇戲嘅時間，我唔知你在座呢50年之前呢都未出世，即係喺成套嘅呢個劇嘅裏邊咧，其實佢好着重係咩咧？着重就係耶穌係咪萬世巨星咧？即係定義話咧係猶達斯先係呢個真正嘅一個萬世巨星。咁喺翻成個劇嘅裏邊咧，就會係話猶達斯一路落嚟嘅時間，話天主咧，你咧就係、有你嘅一個擺佈啦，係嘛？你咧喺翻呢個嘅所有嘅一切嘅裏邊咧，你控制晒人，係你去使到我咧係要做錯，係使到我咧係喺翻我嘅一生嘅裏邊咧係可以話咧係你安排咗我。咁但係喺成個嘅劇一路最後嘅時候啦，係會點咧？就係成個嘅音樂劇，即係我講緊係嗰條片啊，
咁大家走嘅時候咧，就成隊嘅嗰條 band 嗰啲嘅舞蹈者嗰啲咧，全部咧人走晒。咁咧就由達斯咧都上埋嗰架嘅旅遊巴咧，同佢走咗。耶穌都冇上過。其實佢講緊啲乜嘢？但係一個信息同佢講，呢個咧就係我哋人喺呢個嘅世間咧，就係我哋冇乜嘢 say 嘅。我哋人咧，即係我哋做嘅嘢嘅裏邊係天主咧，你好唔好聽係一個宿命嚟，佢話翻俾我哋嘅。咁我相信咧，其實嗰個意思唔係咁嘅。好啦，到今次咧嗰個嘅即係個劇咧一個嘅演變係咩咧？就係同翻以前咧就唔同嘅，就係嗰啲嘅當嗰啲嘅成班嘅嗰啲最高嘅司祭啦、司祭長，成班嗰啲猶太人咧就係話猶達斯，你咧就會我哋利用你啦就去出賣耶穌，要親吻耶穌嘅時候咧，係我哋會俾你咧30塊錢嘅。咁今次咧唔係回翻30塊錢，而係最重要嘅嘢咧，就話喺一個寶盒嗰度咧，咁叫咧猶達斯話嗱。而家咧，你又將呢個嘅你嘅手咧，插落去呢個嘅寶箱嘅裏邊啦。個寶箱裏邊係咩咧？就係滿晒呢個銀漆。一插落去之後咧，就會見到所有嘅猶達斯插咗佢手落去，係嗰條嘅時候咧，就滿晒呢個嘅銀漆。言下之意就會話：你其實你沾染咗咧呢個嘅世間嘅呢啲咁嘅俗化。可以話紙醉金迷，呢啲所有一切咧，你仍係一個嘅可以話係蒙受耶穌嘅一個人。咁成套嘢咧喺呢個完結嘅中間嗰一下係呢個都咗佢哋。最嬲尾嘅時間咧，猶達斯就會話：我將一個銀色嘅一個刺冠咧，就安喺你嘅頭上啦你咧要接受嘅咧就係話咩咧？呢個就係你嘅一個喺呢個世間，你話你認命啊嘛，你承受啊嘛最嬲尾嘅時間咧，呢個刺冠咧就擺喺你嘅頭上咁呢個咧，似乎就係個劇嘅一個可以話差唔多去到最重要嘅一個時刻。完結嘅時間咧，當然唔知邊度咧冇得睇啊！我攞咗兩個鏡頭，表達一睇嘅。最後嘅時間會點啊？喺翻嗰個十字架旁，就係猶達斯就坐咗喺度猶達斯翻到原有嗰個阿兄猶達斯咧就坐咗一邊，耶穌咧就坐咗另外一邊。咁耶穌咧就將嗰個刺冠銀色嘅一個刺冠咧，就擺咗喺翻佢嘅側邊。而猶達斯咧就攞咗下，即係話隻手咧仍然係銀色嘅，即係話咧其實一個用意就會話：咁你哋會睇乜嘢啊？其實究竟邊個咧先係呢一個嘅萬世嘅信咧？呢個就係成個信息係發出嚟。今日我哋會聽到嘅咁長嘅一段嘅福音，其實我哋話良莠參差，良莠參差。你話麥子同翻咧其他嘅呢個柚子咧，大家點解天主咧會係話容許到咧？係嗰啲惡人或者嗰啲神人咧，會抌咗落去呢個嘅田裏邊嘅時間，就會係有兩種種子生為一齊嘅時間喺翻同一個時空入邊咧，係繼續咁樣嚟到去成長。成長嘅背後，成長嘅背後咧，其實大家係有適當嘅土壤，有適當嘅空間，適當嘅養料，陽光，其他起嘅化學作用、新陳代謝作用，呢啲所有一切，咁我哋都知㗎啦，係一路成長。咁點解天主會容許到係
喺翻嗰個嘅種子嘅成長嘅裏邊有唔同嘅即係呢個幼子同翻呢個嘅種子咧，麥子咧係一齊出，之後先至咧天主會話我哋佢到咧一個好嘅一個天。其實我哋會諗嘅時間就話，咦喺呢個嘅時間空間嘅裏面，天主會容許到咧係咁嘅一個情況。有好多地方咧係尋晚咧我走去探監，我去探監嘅時候咧就其中有啲嘅人咁我哋都有咧有同嘅彌撒開嘅時間，其中咧係包咗4個，即係4個嘅監嘅或者嗰啲囚友咧係可以同一齊。咁我都會話其實我哋大家彼此之間，我哋會話我哋係咪或者你哋係優。咁喺呢個嘅信友討論嘅時間，我哋問翻佢哋，即係呢啲咁嘅兄弟，你哋有啲咩嘢對天主有啲咩嘢一個期待？你知道點樣講嘅話？其實我好大嘅一個憂慮。我喺我嘅而家嘅祈求咧，就話，因為我要面對緊嚟緊嘅一個審判，呢個審判咧，可能係會即係嗰壇嘅案例咧，嗰壇嘅案件咧，係會更加嚴重。咁我祈求天主咧，使到我能夠咧可以係化險。哇！我聽到有時即係明白話，係咪？我哋嘅信仰討論，或者我哋嘅咩人啊，呢啲係出自佢自己嘅良心。仲有咧一個係會話，我而家咧我好驚我哋嘅，我嘅女朋友咧出邊嗰度咧，佢要還佢拖嘅，我驚佢咧生唔生咁嘅多個癲出嚟，哇！呢啲係佢哋嘅一啲憂慮。咁我即係會係話，我哋會睇翻下天主嘅仁慈同埋天主嘅一個容忍、一個包容，喺翻呢啲小兄弟嘅身上。咁當然咧，我冇呢嘅一個優權，喺翻佢哋嘅嗰一個。最重要一樣嘢係會話咧，天主會容忍呢啲小兄弟咧，喺翻佢哋嘅嗰個成長嘅情況之下咧，係佢哋真係需要完全係冇呢啲嘅可以話冇人去關顧，冇人咧係愛佢，甚至乎咧有另外嘅一個，我都會覺得，咦？點解佢好似唔開心咁嘅樣？咁一路都睇住呢啲手指啊，咁啲人話：佢病㗎，佢有問題咁樣。咁收尾我再問其實佢都唔怕點講。其實佢話點樣咧？佢話我喺翻我成長嘅時間咧，我爸爸媽媽死晒。咁咧，我有我嘅養父養母係嚟佢咧去照顧我嘅時間，佢哋離咗婚。我真係完全冇理解。呢啲好值得我哋去睇嘅，即係點講咧？係咪？今日嘅聖經佢擺翻出嚟嘅時間係會話幼子同埋呢個麥子一齊咁樣成長，呢個良同埋幼。天主會俾時間去到一個最後嘅一個終結嘅時候，會話當然一個審判係嘛？咁你話猶達斯佢叻咗邊度啫？係咪啊？猶達斯你話係攞咗個30塊銀錢，佢會覺得佢出嚟呢條數。而家其實你插咗落去，其實一個象徵意義就係話：喂，我哋手都係沾滿咗呢啲咁嘅油漆，你話要洗都唔係咁容易洗嘅。你話有天拿水，唔知用啲咩係咪啊？你要洗都唔容易。嗰個意義個象徵意義好大。咁係話翻俾我哋聽，係會原來天主嘅一個仁慈同埋呢個嘅包容咧，喺翻呢個嘅世界，唔係我哋覺得自己優越，係我哋會俾
任何呢啲小兄弟或者任何呢啲人咧，係佢哋更加咧係我哋要我哋前瞻佢，唔係呢啲嘢。而最重要嘅係每一個人一個歸依嘅背後，我哋需要點樣喺今日嘅聖保祿致羅馬人書嘅裏邊，特別係同嗰啲咩啊？請領經員。頭先你覺得最重要一句咩？最感觸啊？第二段嘅讀經。聖神輔助我們的軟弱。聖神輔助我們的軟弱。唔該啊，好快啊，真係好快。軟弱嘅，即係其實有啲咩嘅係嗰啲嘅種子，你走咗出嚟嘅時間，大家都係有咁嘅一個條件。但係我哋頭先我都講咗，唔係因為我哋好，正係我哋會感唔感到我哋自己嘅軟弱。如果我哋一樣係話，即係我哋有啲咩咁大不滿啫，我哋都唔會改，我哋唔會歸依。可能話我哋嘅歸依或者我哋嘅改咧，係會都影響到咧其他嘅。呢個咧就係睇翻呢個馬竇福音咧，其實喺裏面再話翻俾我哋聽，天主俾一個時間空間，讓我哋都能夠係為嗰啲嘅好多需要幫助嘅嗰啲人，唔係單單係我哋自己修得成聖係乜乜，好多頭先我哋聽到嘅呢啲咁嘅個案嘅裏邊咧，唔係我哋話我哋可以叫佢哋改人，係咪？如果我哋真係話唔了解到，原來呢個世界其實有好多嘅兄弟姊妹喺佢哋成咗入邊，係咪？唔係咁容易，係咪？我哋再諗下喺呢個嘅華富村，係咪？兩位嘅可以話兩個女士係因為踩到唔知對方嘅腳，因為咁嘅緣故咧，會致成係咁有呢個傷。係咪？另外嘅一啲嘅好少嘅事幹，我哋只會再諗下時候，點解大家會咁樣相處法咧？我哋都係人佢唔到，係咪？或者我會發脾氣，我會發嬲，我會發哇，有好多嘢係我係支持唔到。就係我哋呢番生活嘅裏邊咧，有時我哋嘅空間，我哋嘅時間，我哋真係有冇諗到咧？俾翻一啲嘅時間空間係天主。俾翻時間咧係聖神，係咪啊？去支持咧我哋呢份嘅軟弱，使到我哋都能夠咧係話聖神嘅一個意願就係佢係按照天主嘅旨意代呢個聖徒咧嘅主題。耶穌嚟到嘅時間，你話佢唔係萬世像你巨星唔緊要，最重要一樣嘢咧係佢。聽父嘅命，聽天主嘅命咧，佢能夠咧完成佢嘅一個任務，呢個先係緊要。好啦，讓我哋能夠喺翻我哋嘅對天主嘅聖言嘅裏邊咧，just a few words like this, because of somebody speaking English, cultivating and harvesting God's words. This is more important for us. Because we grow on the same space and time, yes, together.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men.請起立，信經。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他因聖神由母精瑪利亞取了肉軀而成為人。他在本着彼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被埋葬。他正如聖經所在，第三日復活了。他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他還要光榮地降落，審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國萬世無疆。我信聖神，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他曾藉先知們發言。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我承認赦罪的聖誓只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各位兄弟姊妹，天主派遣聖子嚟到傳播真理，讓我哋喺感恩中仰望佢，為社會同埋教會嘅需求向佢祈求。請為教宗、主教、司鐸和執事們祈禱，他們為普世撒下信德的種子，願他們以毅力和忍耐履行使命，無懼世上惡毒種子的存在。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我們的社會祈禱，正如麥子和柚子共同生長，讓我們不斷把公義和美善注入我們社會的文化、政治及經濟各領域，使我們社會上的優良種子得以繁衍。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犯罪失足的人祈禱，天主常給人懺悔的機會，願他在人的良心中不斷感化人，因賜人離開罪惡的勇氣和決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人祈禱，願我們的社會能循着公平均富的原則，以及共享的精神發展，使貧窮的階層生活得有尊嚴。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我們的堂區團體祈禱，願病弱、年長、孤獨和背負生活重擔的人，都在堂區找到家的溫暖。為此，我們同聲祈禱。現在就讓我們靜默片刻，為各人心中的意願向天父祈求。
求主垂為我們心中的默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我的口聲主的道理，我的心因你，有如喜樂的水。天主，你對人寬仁大方，求你使我哋嘅地方得到各種美事嘅苗裔，並使之生長，因我哋嘅主基督。各位請坐。喺奉獻同埋準備禮品嘅同時，讓我哋一同去唱奉獻詠頌恩81首，上主萬有天主。請起立。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哋祈禱，望全能嘅天主聖父，收納我哋同埋你哋共同奉獻嘅聖祭。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你的光和他的聖名，也為我和他這個聖徒的饒恕。天主，你藉住唯一完美嘅犧牲，滿全咗舊約法律嘅各種祭獻，求你接受我哋虔誠嘅奉獻，降福呢個聖化嘅禮品，正如你聖化咗阿伯爾嘅獻禮一樣。願我哋每人為頌揚你嘅尊威而獻上嘅禮品，有助於普世人類嘅得救。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們。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舉心向上，各活自心歸向上主。請眾感謝主，我哋嘅天主。這是你所當然的。
主聖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哋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理所當然嘅，並能使人得救。藉住我哋嘅主基督，以仁愛創造咗人類，以慈悲救贖咗該佛嘅萬民。尊威嘅天主、天使及天上神聖，藉住基督讚美你、欣崇你、敬畏你、歡躍慶賀你。求你恩准我哋都同埋佢哋謙恭咁樣同聲讚頌。實在神聖嘅，你係一切聖德嘅根源。因此，我哋嚟到你台前同埋普世教會共同慶祝本週嘅第一日，基督從死之中復活嘅日子。你要高舉佢，使佢坐你嘅右邊。我哋靠佢嘅名懇求你，派遣聖神聖化呢啲能份本身都聖愛嘅主，耶穌基督嘅聖體聖血。佢甘願捨身受難嘅時候，呢麵餅感謝咗，分開交俾佢嘅門徒咁話：你哋大家拎去食，呢個就係我嘅身體，將為你哋而犧牲。晚餐就同你呢杯嚟，又感謝咗你交俾佢嘅門徒咁話：你哋大家拎去飲，呢一杯就係我嘅血，新永久嘅盟約之血，將為你哋同埋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哋要咁樣做嚟紀念我。上主因此我哋紀念基督嘅聖死同埋復活，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感謝你使我哋得喺你台前侍奉你。我哋懇求你使我哋分享基督嘅聖體聖血，並因聖神合而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嘅教會，使你嘅子民皆同我哋嘅教宗良14世，我哋嘅周守仁書記以及全體聖職人員，在我們之中日趨完善。求你都垂念懷住復活嘅希望而安息嘅兄弟姊妹，並求你垂念我哋嘅祖先同埋所有去世嘅人，使佢哋享見你聖容嘅光輝。求你垂念我哋眾人，使我哋得與天主之母同聖榮福瑪利亞、聖母正配大聖若瑟、諸聖宗徒以及你所喜愛歷代聖人聖女，共享永生。並使我哋藉住你嘅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顯揚你，全能天主父，願一切所記正着的理痛，皆同基督，在基督
我哋會多謝咧主耶穌俾我哋今日嘅呢個啟示，讓我哋都能夠假以時日，我哋能夠同翻良幼嘅種子咧一齊去成長，讓我哋都能夠感染到咧其他嘅嗰啲唔好嘅種子，使佢哋有得改變。我哋誠心嘅天父再懇求。並且請困境之中獲得安全，使我哋虔誠期待永生嘅幸福同埋救主耶穌嘅來臨。主基督，你曾經嚟中途講話，將平安還俾你哋，將平安賞俾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過，但係睇你教會嘅信德，並按照你嘅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係天主永生永愛。願主嘅平安是各位兄弟姊妹同在，有你的生命同在。請大家活出基督嘅平安。請睇愛我嘅天主嘅羔羊，請睇願意我哋能夠改過千次嘅隨便世長者，望住你顧佢羔羊婚宴嘅兄弟姊妹係有福嘅，主過多不起我心裏頭，只要你說一句話，我都明白就係一句天主教法典，只有已經領受聖洗嘅教友先至可以領受聖體聖事。其他人士，包括未初領聖體嘅兒童，請留喺座位上，我哋會為各位代禱。喺領聖體前，請大家先除下口罩。如教友希望
口領聖體，先讓其他嘅教友先領聖體。多謝各位合作。兒童祝福將會喺第10月中進行。領主榮，心頌以449感恩頌。
大家祈禱。主說：看，我站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我的聲音而給我開門，我要進去到他那裏同他吃飯，他也要同我一起吃飯。上主，我哋懇求你仁慈咁樣扶助你嘅子民，你嘅以天上嘅奧蹟，使我哋得到飽飫，你幫助我哋革除舊習，善道新生。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各位請坐。本主日有7項堂區報告。第1項，7月係堂區尋陽福傳月份，邀請大家繼續同心合意，為尋求生陽祈禱，並積極與未認識主嘅親友分享信仰，帶領佢哋嚟到堂區慕道。第2項，考試告慈幼協進會將於7月26日下一個主日嘅上午9點半到下午1時喺鳳翔禮堂舉行舊書義賣，所得嘅款項將用於青年事工，由即日至到7月24日，歡迎教友捐出書籍。另外，當日同場進行韓國女裝服飾義賣，收集嘅款項將用於堂區福傳工作，請大家多多支持。第3項，聖神同禱會將於7月21日至9月29日同星期2舉辦閱讀宗徒大事錄課程，鼓勵教友每日讀聖經，喺自然中扎根信仰。報名嗰度堂區辦事處，詳情請參閱海報。第4項，2026至27年度堂區主日學開始接受報名，星期六班將於9月12日開課。星期日班將於9月13日開課，詳情請參閱招生海報。第5項，請大家繼續以各種捐款方式支持香港明愛提供多元化嘅社會服務，歡迎教友將捐款投入堂區專設嘅明愛善款收集箱。第6項，由現在至7月21日星期2，香港書展喺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堂區邀請教友帶同親友前往天主教展區，一方面作福傳，另一方面享用優惠，搶救靈修書籍同埋宗教物品。最後1項，本主日上午，聖保祿孝女會嘅修女會喺堂區大堂地下擺設攤位，歡迎大家選購靈修書籍同埋聖物。報告完畢，請各位起立。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嘅降福。願全能嘅天主時常保護你哋，使你哋免於一切兇惡，並仁慈咁樣以美好嘅恩賜厚加於你哋。阿們。願天主幫助你哋時常思念佢嘅聖言，並以常存嘅喜樂充滿你哋嘅心靈。願全能嘅天主幫助你哋認識美善同埋正義，使你哋喺一生嘅旅途之中遵行佢嘅誡命，終能夠成為天國永遠嘅子民。願全能嘅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哋。我哋話咧係本是同根生，每日而家咧唔係相煎太急，係本是同根生，成長咧火急急，嚟殺禮成。感謝天主，禮成榮，言韻被814首，這是天父世界。